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这几天你敢有咧看郭文铁连续剧？伊讲金华城碰中840%，不知道前后即阵救情建言无算效，不贪不处是基本无算作熬，责任政治才会好透漏。今仔日咱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师大政治所教授曲条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安。那么第二位资深媒体人谢和日，大家好。第三位咱职业律师林宏文，主持人3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第四位真理大学法律学系教授吴金卿，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民众党主席郭文铁金华城案件的争议。虽然是无报请回，不过北检上紧，今仔日会提出控告。早起郭文铁接受访问的时阵，批评检方咧做研究资料骗故事。啊，佮指控着民进党政府是新党国体制，伊搁再强调讲，伊迄当时唔知影用这率是840%。不过前都委会委员詹公忠表示，这个案件的利益真济，经过6年的审议，郭文铁讲伊不知道，根本是咧推卸责任。你们大概现在这种动用全部国家力量，在很认真的研究柯文哲。我也不希望有一天台湾有罪的定义重新改变。什么叫有罪？你知道？民进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民进党变成新的党国体制啊！初二得到无报请回，传出北京上紧青衫提控告，郭文铁批评民进党政府动员全部力量咧查家己，检方透明读资料要编故事，方政委是金华城案关键人物。北市府都委会执行秘书肖秀培方下令请回，限制出境出海甲居住。郭文铁替肖秀培讲话，强调一份公文遐尔侪人签字，袂当将责任完全撒予一个人。也过表示，家己迄当时并唔知情。现在我当然知道啊，在当时他进那个都委会以后，不然你去找所有记录，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啊。一再强调金华城案当年转上都委会了后，家己完全无问过，一直到今年3、4月媒体报道，才头一摆知影用这率840%。郭文铁的唔知情的讲法，互人讨论。前北市都委会委员王介基表示，当年虽然只参与过1摆会议，也毋过与会的时，都认为研议的方式以道警名目的合法性无妥当。迄当时也无啥知影后壁有啥物力量来运作。有疑虑的是，第一个他写的叫做补救方案，那明明市政府是胜诉的，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补救？第二个研议的部分，我们很少为了私部门的案子在帮他做研议。把审查过金华城案几下摆表态反对的前都委会委员张光忠，伫面切表示，这个案涉及真大的利益，而且经过6年审议，无应该以唔知影来大过未输下责。那了明代也对郭文铁批评。柯文哲现在装作无知，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相关的公文、相关的证据都显示，柯文哲明明是了解这个案子的争议性以及它的司法性。最后你盖章出去的公展适用度，这个20%的都跟奖励等等，都是你盖章出去，怎么会忘记了？所以我觉得要有诚信啊，现在不可以耍皮耍赖到底啊。面对北检的提控告，郭文铁有关强调家己清白。到时阵若8年发挥精彩，其一定上恐惊会阁引起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个案件其实这几天连续剧真侪人已经看火去啊，所以咱1点钟时间也有限，咱先对这个不知道开始来讲起现在要来讲这个不知道呢，因为第一是你讲白惨吗？第二是你真正你是动工吗？还是讲你就真正不知道？所以呢，咱来对这个开会，因为咱所知影这个郭市长在做市长的时阵是嗡嗡嗡啊，
逐工早起就开早会啦。吼，这个早会吼，听讲是科长以上，若是较爱专案爱管理的，还是讲较有争议的，就爱提出来，就来讲。吼，每一个局处吼，拢爱提出来讲嘛。金华城不大不小啦，应该是会提出来讲吧。吼，这头一个，咱先来看看每日的早会吼，副秘书长以上，吼，啊，搁有单位的主管、业务单位主管、官员、新闻议情的分析，然后呢，啊，搁有其他。伊这便当会啦，吼，头一摆议员应晓薇伊的便当会2020 3月10号，吼，啊，我先莫讲个内容哦，吼，第二摆嘛是应晓薇伊来讲的2021年4月21，吼，啊，第三摆2021 8月10号，而且啊，搁有郭文铁的专签哦。专签哦，这个专签应该哦，恁讲啥我就签落去，所以我无管840，敢是安尼？这是头一个。第二个，真侪专家拢提出质疑，尤其咱头仔看迄新闻大，这王老师吼嘛上过咱节目，伊讲奇怪咧，啊，咱的胜诉了后是安怎来提出，佮提出来补救？一般咱我来市政府来胜诉，我就补救啥物？吼。除非讲有人真情啦，啊，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时机爱来切入来，而且都委会783摆会议吼，2021年9月9号通过，啊，邓因啦，头拄仔讲到邓因啦，哦，伊讲吼，这家长吼是贫富市长甲邓的，啊，这咱小等再来讲这法律责任。老师，你先甲我讲吼，早会内面敢有讲过？就你所知。阮甲安尼讲吼，我伫市政府拢总4年，吼，啊4年，我每一年可能拢轮到3个月，阮每一个局处的局长也是处长的吼，阮爱轮流，吼，轮流去做参加这个晨会，早会，早会，早起差不多7点半开始，吼，拢准时，吼，啊4年的时间，基本上，除非讲市长请假。出国啊，伊无来啊，若做伊无来嘛是副市长主持啊，所以讲4年拢毋捌，有一天无开拢无啊，逐工在上班就一定有早会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所有重要的案一定会放伫遮来讨论，但是个案较少，大部分拢通案啊，但是足重要的。个案哦，嘛是会讨论。比如讲，我这条我毋捌拄着过啊，我捌拄着过。比如讲，猫空啊，台北市猫空迄阵咧调整啊，调整的案啊，地方的迄阵文山区的区长啊，伊做这个案的 PM 啊，就 PM 就是专案经理啦，专案经理啊，伊嘛有来报告啊，所以讲这条案。照正常来讲，我会判我无参加，所以我这条我爱先讲吼，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嘛吼。我无参加这，但是我的判断是有哦。这个案应该伫晨会内底有报告，但是呢，咧报告的时阵，因为伊毋是一届就决定，伊可能有几若届哦。啊，这个中间对这规个案的来龙去脉，伊拢爱讲。哦，即马上重要伫800，就是对560%提悬到840啊。这个决定敢有伫遐咧讲？这有可能无伫遐咧讲，因为这是最后的决心嘛，最后的决策嘛。哦，迄个会上重要就是讨论，互市长知影讲这个案，伊的我头拄咧讲，伊规个发展的过，伊的规个发展的过程，哦，有啥物争议？哦，外口有啥物意见？头拄才有冒写嘛，讲新闻的舆情嘛，新闻大家社会是安怎咧看这个代志？啊，嘛有质询嘛？无质询，迄啥物？我的意思是讲，其实市长嘛会去议会内面去用质询嘅，伊应该是知影。应该拢有，这拢是应该有，但是到尾啊，迄840的、迄840迄个决策啊，伊知影无？是啥物时阵知影？这点我都唔敢讲，啊，伊即马是讲伊唔知影啦吼，那这个等下可能历史的讨论啦吼，因为我咧看这嘛是咱讲诉讼策略啦，啊，
伊这嘛可能是伊的诉诉讼的策略，伊的策略啊，因为伊讲唔知影是啥物唔知影，伊无讲清楚，张伊是伫咧对。我今仔日个真侪唔知影的版本出来。对啊，无伊迄讲伊第一届讲就是迄讲下暗半暝3点。伊讲我是看到新闻纸，看到即个新闻咧炒，我才会知影讲。伊讲今年3、4月时阵，伊才知影讲是840。吼，啊，这点这点我们要讲啊，我不做判断了，我不要做判断。我都替判断。对啊，哦，啊，但是伊是安尼讲的，啊，我的判断是，伊头前知影一定知影精华案，但是精华案变做500对560变做840，伊敢知影？吼，伊讲伊唔知，伊讲伊唔知，我咧判断，这个做法是诉讼策略。诉讼策略，何志你安怎看？伊一个月前不是讲啊，这个图利啊有没有违法嘛？迄阵民讲柯文哲唔讲遮大声。啊，所以到底知影？到底知影唔知啊？我安尼讲我叫写到我拢唔知去啊！我安尼讲做一个主持人，我就感觉见笑，我说唔知要安怎讲。我安尼讲啦吼，101的容积率752，吼，当初的台北市长敢唔知？有史以来最高的容积率，你敢唔知？啊，这840破101的记录，啊，你市长唔知，敢会让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容积率，你讲你唔知，敢会让做？伊会当讲吼，这代志我无参与，吼，唔是我指示的，安尼讲都会通啦。伊惊讲我唔知，到3、4月我知，这就无可能的代志嘛。他的诉讼策略也可以讲说，哦，这东西我没有指示，哦，我从头到尾，以前你讲回我拢无归嘛，好，以前讲的是安尼嘛，好，他唯一可能就是可能是他找彭正生做 PM 嘛，好，伊那公告家，好，可能大家都会接受。伊讲我拢唔知，我今年3、4月才知，台北市有史以来最高的容积率840，比101还要高。你讲你唔知，迄个会通？你无同意，这大家敢会做？你会讲这过程，吼，拢是会卡做好我的，吼，啊，不是我没有去推这个东西，我也没有收钱，讲安尼写通，吼，讲唔知是袂通啦。这是做一个市长吼，爱阁是一个上大的在野党的，就唔是上大啦吼，就是在野党的主席，我是真想要甲相信。但是伊前后足侪口径，我说唔知要安怎斗袂活咧吼，这是毋是诉讼策略？你家己认？我感觉即摆是火，伊家己嘛火气啊！哦，你讲阮兜的容积率唔知，这会通嘛？对无？哦，市长无讲，大项拢爱知嘛？这个有史以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哪有可能唔知？所以你认为伊是家己就火气啊？就乱讲嘛！伊讲我无参与，吼。啊，这代志毋是我决定的，这个会通，吼，讲唔知是绝对袂通的。但是有真侪人咧替伊咧想讲，哦，这个律师厉害哦，诉讼策略哦，讲唔知吼，上保险，而且吼，即我会请教。你这个唔知啊，台北市啥物代志你会知啦？啊，毋是拢唔知，这个唔知，你无你啥物会知？你安尼甲我问，我才硬气，我唔知要来回答啦。吼，但是我要来问律师吼，人讲这可能这真高明的诉讼策略，险棋啦。因为吼，这个法官可能也无看报纸，无咧看网络，也无咧看政论节目，所以啊，伊一无所知，对着这个众所周知的代志。讲市长逐工会开早会，啊会去签这，这伊拢唔知，所以伊就相信市长讲的讲，因来啊，我就摆互伊啊分担负责，敢是这种可能性？是，我想当然我也同意两位老师的一个看法吼，这可能一个诉讼的一个策略吼。为什么咧讲呢？伊检察官申请迄个羁押的一个原因，就是讲这是盗窃还是贪污。但这两个罪名前提拢是一个故意犯罪，所以如果讲检察官无法度证明伊是故意，爱就无犯罪嘛，就无为了犯罪嫌疑。我若毋是挑工的，我就无罪嘛。就无罪啊！但是来讲，咱即马的法律真济吼，一般来讲，原则上是伊个处罚是故意犯，只有少数的罪处罚是迄个过失吼。但是你是
故意，还是你是过失，毋是讲咱用讲的。如果咱若一个人讲就讲我拢毋知影，啊，就准等算，安尼真侪案件，比如讲我一个故意杀人，我毋知影我是故意，我是过失，这两项的罪名会差真济。所以一般诉讼确认有可能是故意，但是伊就讲伊毋是，伊就讲伊拢毋知影，吼。所以咱一般是为了看法，并毋是讲被告你讲你毋知，我就认为你毋知。所以咱会综合客观的一个条件来讲，你讲你毋知，但是我为真侪证据来证明讲，你实际上你是知影的。吼，所以在咱这个案件来讲，你讲检察官申请结案的时阵，法官会审判，吼，讲伊这个认为嫌疑不足啊，驳回，吼。这当然咱毋知影讲检察官当初送的权是啥，因为检察官咧审理的时阵是以法官咧审理的时阵是以检察官送来权来去做审理嘛。啊，所以咱为迄个媒体所报是讲伊嘛来限制越权，所以限制越权，伊是毋是真济认为足重要的，但是无必要被告知影，所以伊才扛起来。啊，扛起来了后，有一个可能性讲，法官我看的资料可能是无讲介充足，所以以法官所看的资料内底来认为讲伊是不知情。吼，但是讲实际上官文知不知情，这可能家伊内心较知影。我看外人拢无法度100%了解。只是讲以一个常理来讲，金华城这个案件是非常重大的案件，伊毋是讲敢若凊彩讲，咱可能市政有一讲几十万件可能爱处理，伊毋是讲伊个几十万件其中一个小小的案件，这是一个非常重大，也是讲社会瞩目一个案件。包括市议员嘛真侪做真侪的质询，甚至讲咱开过因之前开过做一个辩论会，几落届。人招你来开辩论会讨论的是啥？就是定情嘛。定情啥原因？可能就是我这个容积率无够嘛。所以你讲伊完全毋知，我认为这讲以咱一般的常理是敢若较无符合常理。你讲伊遮大案件，做一个做遐大的市长，你讲一个变更，你讲我可能想的是安尼，你听看卖哦，老师你小人听看卖，就是看问题可能讲，啊你也无问我讲，我有参与着这个辩论会无嘛？吼，你无讲，我就无甲你讲啊。吼，你也无问我啊，吼，啊你问我讲我知毋知？我毋知，我毋知，到底我是倒一个毋知，倒一个毋知？你也无问我毋知，你要问我啥物？所以我拢毋知，有可能是安尼。啊，律师你我甲你讲回去啊。是，我大家两个意思吼。这当初当然这个定情，包括讲之前敢若讲台北市政府伊诉讼赢了后。一般的常理，我官司赢表示法院支持我的主张嘛，照行就好啊，照行就好啊嘛。我你若讲另外佫做一个辩解，讲我该赢的官司，但是我佫改我的见解，等到照讲这个申请人的一个权利，这甲一般咱的相信是较无符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讲，一般咱公务人员来讲，尤其咧做即款变更，也是讲对即个民众，比如讲，尤其即个放在即个容积率的部分，一般来讲真小心，因为公务人员足惊，就是讲因为安尼叫道理也是贪污嘛，因为这拢是重罪，所以因会特别去做小心。但这案件较特别来讲，伊创造一个之前拢毋捌的一个容积率放宽20%，这是较早拢无即个咧。以一个常识来讲，一个小小的一个兵内底的一个官员，如果讲也无一人的指示，伊呢特地去做这个物件，讲我要增加这20%，所以检察院针对这20%的放宽的时，检察院嘛有一个纠正，讲这个物件是违法的。所以咱在法官的裁定书，伊嘛咧讲客观上放宽这20%是违法的，只是伊认为讲国民的帮的是讲伊不知情，但是我是讲以这个常理不知情是敢若无符合咱的社会的通识来讲是。老师，你安怎看？这个法官伊认为伊相信蔡依林、郭文铁所讲的，我不知情。我爱先吼指正一下主席他多一句话吼，我很 care 吼，因为这涉及到咱的司法威信的问题。是。主席他说讲吼，法官是无咧看电视，无咧看迄个。无啦，我是推论啦，老师。不是，我就这摆问题哦，法官会使去看正的无？伊伫咧审查、羁押审查的时阵，咧开庭的时阵，伊要看的是啥？我看证据看证据哦。老实讲，伊袂使去，老实讲，伊要把咱的耳朵安怎？砍开咧，刚才听当事人，个你上来见证，这第一点啦吼。因为这涉及到，老师，我说明，我他所讲的是讲，一般法官来做心证的时阵，应该上第一，伊的基本的头一层。是所谓
我讲的，我必须要甲观众朋友讲吼，所谓相识。这相话相识，这相识是另外一个，啊，所以这舆论。无，老师你来听我讲，我讲相话相识上重要就是讲，伊平常时众所周知，所以我必须要说，我唔是咧怀疑法官哦，老师第一点啦，这你要请你明白。好，我知影讲你的相识，啊，不过我强调吼，法官呢，无管伫咧审查、羁押审查，还是伫咧开庭的时阵，伊敢若都是。当事人提出的卷证，咱即摆国民国法都会更注意这一点，吼，我会强调这点。啊，个第二点吼，就是不是讲吼，法官吼，是不是因为讲柯文哲讲唔知影，就无保请回吼？我嘛要画一个问号啦，因为吼，咱的羁押审查庭，迄侦查不公开，咱外口的人都唔知。是 OK， 啊，我想吼，这个法官吼，唔是今日甲做法官啦。吼所以讲吼，伊咧看的时阵，绝对袂甲咱讲，因为听你一句话，就做一个决定啦。我看无遮简单啦，吼。好，咱就讲回到讲，咱看到的啦，吼。我是感觉讲吼，若真正讲大家认为讲吼，柯文哲甲放长伊吼有问题的时阵吼，我讲我反而比较大问题是伫咧北检的。为什么？因为我头仔讲啊，这个案件吼，因为吼，你即摆吼，因为即个过去吼。羁押庭的时阵无咧阅卷的啦，啊，因为大法解释了后讲，会使阅卷啦，吼，啊，毋过吼后来刑事法修正的时阵吼，他律师嘛讲有限阅啦，吼，啊，即摆这个限阅是检察官提出的，吼，啊，所以讲咱来看这个过程啦，吼，伊伫咧羁押庭进前是毋是有开一个限阅庭？我感觉这就是进步啊，吼，过去呢限阅就是讲你检察官来申请，我法官大概都同意的啦，吼。迄个法官吼，当然会当看到全部的卷证啦。伊这边限阅是限阅啥？是律师，被告的辩护人，所以讲啊，毋过这个案件我看起来，因为这各种说法不一样，我是感觉讲可能无限阅啦。警察讲你袂使安怎，袂使去印的啊，安尼尔啦。互你看的，伊袂当抄，袂当去。你抄完了后，你可能有法官看一下啦，啊，可能甲你收转来啦。所以讲，我讲伊这啊，不过这对被告、辩护人来讲，伊的辩护人行使，我讲我是有限制的哦。好，啊，咱讲二摆这吼，咱来看吼，因为咱讲吼，要啊吼，我咧想讲吼，我一个认为北检吼，你莫讲20世纪的方式啊吼，咱咧想一个问题啦，羁押是最优先的最后手段，要甲这人安排。当然是上后的手段哦。为什么安尼？因为咱惊讲吼，因为这个人我无认罪，我利用检察官甲你压开，甲你关几工，你佮甲你叫出来问，你就挡袂了啊，你就承认啊。咱这叫做压人取供嘛，日本叫做人质司法，我这个名称真好诶，人质司法我听好。所以讲吼，老实讲，咱想的毋是讲吼，一直要甲压哦。反而咱一般民众我去行事哦，这是最后的手段呢。啊，那最后手段的时阵，咱就一个看嘛。咱羁押要件伫倒位嘛？第一个，犯罪嫌疑还重大。为什么？虽然讲这毋是咧审有罪无罪啦，啊，不过足接近的啦。你压入去，老实讲啦，去看守所、甲监狱，以咱台湾目前来讲啦，差不多啦。而且咱看一下后边嘛，你若有罪确定吼，你羁押会使折抵刑期嘛？对不对？所以讲，伊要求讲，要犯罪，嫌疑还重大呢。啊，这个重大，举证责任是伫咧形象。检察官比检察官，当然嘛，检察官嘛。好，咱来看啊，你第一个，你这个犯罪嫌疑重大，你提出什么嘛？我是无法度理解，就是讲吼，这个北检哦，我看，咱基本拢接受拢是媒体的报道啦。是。一开始去收的案由是图议罪，啊，不过伊的审理的时阵，佫冒出一个。违背职务受贿罪，我是感觉足惊讶的呢，因为这吼有涉及到2点哦，这过去吼，咱因为检察官是讲，即个伊的生涯失败，有一个伊拢用吼过去的想法咧做代志啦。伊唔知影讲若碰到一个吼，我吼回到刑事上咧行的法官的时阵吼，伊可能就去拍。老师，你认为讲伊初开始是用道理罪，后来佫加一个，后来佫加一个违背职务，差足济哦。因为吼，你受贿罪哦，一定要有安怎？要有金流嘛。对，我柯文哲爱收到金华城这边的钱，而且有一个对价关系这要证明足困难的呢。因为是我嘛无法度理解，当然我无迄个证据证明讲是前伫这段时间，因为侦查等于大公开啊啦，讲什么陈佩琪去领什么账户异常多啦
我是感觉吼，这无管是毋是检察官吼去散的啦，检察官吼碰到这个问题，你无这个跟他发一个不痛不痒的声稿，你要严厉指正。好，那来讲，你若讲吼，真正吼，检察官针对这个罪吼，伊伫个羁押审查的时阵，羁押庭的时阵，伊跟他吼斗一个讲，哦，840，念做讲你的体龄异常，啊，我害啊，你大概想看卖嘛，这根本犯罪嫌疑重大，这根本对价关系。哦，这第一点，所以我无法度理解，而且上重要一点是啥物，你知无？这涉及到吼，我无管我甲你搜索，还是要甲你问的时阵吼，我的案由为什么要写案由？什么罪？因为你敢有法度准备你的老师，我甲你请教吼，敢会当中途的时阵发现说，写这条可能较容易丢掉，我来加一条。因为这条较重啊，因为这条会较无期徒刑诶。所以伊就感觉讲，我感觉会使这就是旧思维，这就是旧思维。因为过去吼，咱的刑事诉讼羁押里面有一个叫做重罪羁押原则。哈，等于讲只要你有重罪，哦，都5年以上诶，这种一个是碰到这种10年无期徒刑诶。有可能性，我就知啊，免讲吼，你吼有逃亡之余啊，也免正义之余拢免。啊，后来因为吼，迄个前总统陈水扁。因为伊个案件去申请大法官解释做一个665讲这袂使，按即马重罪，啊毋过吼，就是我讲的啊，你检察官一直停了伫过去，你认为讲我过去安尼去申押，法官拢准，啊结果这次踢到铁板，哦，我讲的就是安尼啊。是，这我要请教邱老师哈，他多少老师也有讲过，讲这个诉讼的策略也好，还是讲最后这个金流无去查到。但是整个案件你看起来，咱拢是对报纸、对新闻纸安尼来看起来。你认为这个案件上重要的这个应该大家爱理解的是啥物物件？有人讲啊，就要看钱啊，你有提钱无提钱较重要。但是有人感觉讲无喏，像头仔何志讲的，这比101的用积率加遮济呢？啊，这到底是安怎来的？应不应该来注重这呢？当然啦，看什么？容积率对506吼，应该安尼讲啊。这个案上早的时阵，伫郝龙斌咧做台北市的市长的时阵，迄阵伊互金华城伊的容积率是392，哦，金华城因这边就走去监察院吼去陈情，对，监察院讲袂使，你爱照法律，互伊506，就是讲。正常的状况之下，若阵金华城一关伊的土地本来的土地，伊关出20%，啊，剩了伊就有奖励嘛，伊就会使提到506，你袂使对506降到392，哦，所以伊个纠正嘛，伊个纠正台北市政府。老结婚监察委员。对，啊，今仔日个听讲，连刘委员呐，就嘛叫叫去问吼，叫去问，迄我唔知啦，迄另外一个案。啊，对，所以讲506，即马看起来就正常应该是506。啊，对506增加到84，头拄好理有讲是台北市创台北市上最上悬的。哦，啊，但是顶2天我嘛看咱新闻嘛咧报讲，高雄市有到1000外。那高雄国宾迄是3.5啊，伊是上午啊，我知，开始跳啊，我知，这是3到3哦，伊是用维诺嘿。我是安尼讲，我记迄个例，我毋是讲高雄嘛是共款，伊嘛是共我毋是迄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讲，咱都市计划伊拢有伊的。一定的规律嘛，伊有规定嘛，哦，啊，伊嘛有奖励嘛，要无大家拢看安尼规都市好烂，对无？金华城坑伫遐烂足久呢，大家知伊伫遐烂足久呢，所以伊甲提悬到880，啊，当然啦，伊甲提悬起来，啊，即马大家都感觉在咧怀疑啊，哦，即马要调查吼，这我拢赞成，吼，你规定一定要甲调查好清楚，但是你袂使。头都吴老师咧讲的吼，你袂使压人取供嘛。这届吼，我还检方吼我上大最大的怀疑嘛是伫遮哦，你小可有压人取供的迄个问题。哦，啊，咱外口咧看到第一怀疑，咱头拄有讨论过，讲柯文哲讲毋知影，
第二点嘛，大家嘛足怀疑，因为这作者也嘛甲我问，因为我伫台北市政府做过嘛，大家甲我问讲，啊，甲乙丙章是啊，伊该甲章是伊都无代志，明明是伊的名嘛，柯文哲甲，哦，啊有柯文哲甲的，一定有柯文哲乙，啊，我甲各位报告，拢总有4个，柯文哲甲乙丙丁，甲乙丙丁哦，甲乙丙丁，甲是副市长。乙是秘书长，啊，丙可能是副秘书长啊，我也可以一直到丁，一个哦，2年副市长，副市长不止一个了。副市长有时候有甲有乙有丙，哦，那丁是秘书长。这定要哪副啊？谁盖甲谁负责，因为甲那种知影是什么人嘛，甲是副秘书长副市长嘛。可能甲乙丙都有3个副市长，迄阵我用3个副市长。约定俗成，就是讲，平常时这粒影啊，你就是不，迄是阮台北市政府的秘书处内底有规定甲清清楚楚。哈，哦，甲章是啥物人的，乙章是啥物人的，丙章是啥物人的，那袂走精的，所以彭正生彭副那会去用甲扣起来，甲章就是一等的啊，一等就带市长觉醒了嘛。意思就是讲，这条是我管的，所以我甲等假章。你若准无要等，伊有讲啊，伊讲我无赞成，你无赞成，你就上去互市长啊。啊，市长迄粒印啊，伊写3字尔，柯文台北市长柯文哲，无甲乙丙丁啊，戊己庚辛拢无。柯文哲3字，这是市长。刚刚吴老师讲咧，来点醒大家啦，吼，就是讲人咧看戏来看讲，哦，真好真好，但是目的咱事实上咱也唔知影讲检察官到底查到啥物啦。是啊，上条我嘛是赞成头先吴老师咧讲的，可能金流我即马无看的啦，即马有确定拢是公文啦。大部分拢是公文。大部分呢涉及的是土地罪啦，对，唔是说你金流拢无吼，免讲什么双不双位，都是一个土地罪啦。对，啊，这个土地罪免收钱啦。就我来承认，警察讲吼，咱即马土地罪吼，即马变啊足严的啦，主观爱明知诶，这明知这法律的术语叫做确定故意诶。要有意使其发生，这足严的。啊，客观上要有一个图利的行为啦。林律师讲的就是讲，你爱知情，不干爱知情呢，故意有意使其发生哦。但是我路上我要证明，我要安怎证明足困难的啦。你是故意的。是。我用普通话来甲吴老师的意思讲好清楚啦吼。用普通话来讲就是，柯文哲你知影，这条代志你知影，啊你故意。你家己无，虽然讲你无签，哦，你叫彭副。啊，那何其他讲的，我就是道理啊。安尼讲出来无神。伊按明知，你家己讲出来讲无准绳。知影这样代志吼，不符合明知这确定故意，一直足强，一定爱讲，我唔干来知影，我要想办法去促进这个流程要40%。所以讲，你检察官若要证明，哦，你即摆要看告嘛，吼，伊后一步吼，我北检爱真正爱加油啦。你若真正要有柯文哲，你要看守所。我无要每一个阶段，你都爱讲哦。柯文哲有去促使这个彭正生这个动作，有一寡物证无？有一寡书证无？有无？对，就是你有甲交代无？你有甲啊？你若讲，干那讲，我市长知影，听到真侪故事，我唔知何时有听到什么故事啊？这不是故事啦，就起码总共的北检办这案子办到一塌糊涂嘛。对不对？啊，你头前乒乒乓乓，吼，大家敲到安尼，吼，我迄天嘛讲一定你手上一定很多证据，一定压得成啊。结果嘞，法官全部都不采信嘛，你也没看到金流，法官也没看到，也没有采信你图利的证据。搁较离谱的是啥？迄都委会执秘邵秀佩，你讲人畏罪潜逃，结果人在台湾，你连约谈都没有约谈啊。啊，你如果说，那你当初是说彭正生为什么要压？因为邵秀佩已经逃了，所以公这人讲重要嘛。结果你约都没有约，那你图利怎么会巩固？不然没有人办案办成这个样子的啦。我是听讲，因为本来阿哥咧收集，结果发现讲，哦，这个
应议员应小薇手要走出去，应小薇要走所以警察扣起来，所以才发动啊应小薇要走，你要约应小薇，你要约沈庆金，这都无，这个柯文哲无地带嘛。柯文哲案子你巩固了之后，你再去约他嘛。你今天如果说他只有约谈柯文哲，只有约谈，无去敲，无问题啊。你可以要搞法律攻防，恭喜夜间，大家还上夜间侦讯课，对不对？到底夜间可不可以侦讯？还差半缸。夜间侦讯之后改声押，迄阵民众党叫小草去北检的时阵，迄社会观感就无好的嘛。你政治要去对司法实施，尤其迄破坏地区啊，结果你这个无保险回忆出来，人起码拢进东啊，对不？你检察官就是什么都没有，你就是要压他、啊，对不对？你手头下面都无嘛，变讲伊起码是司法破坏的英雄嘛，出来打刚对立骂嘛，北检起码是救了柯文哲一大把、啊，本来得是。伊去敲来陷阱台咧插啥？插伊的假账，插伊的木可，插陈佩琪看1.2亿豪宅，插伊去买迄4000多万的商办，伊逐工会咧烧，唔知要不要修山，结果咧，你检察官一下去之后，起码拿到那边插，对，反正就是北院没有认同你北检的说法，那你原本那个市议会党每天在挤牙膏，开一点点，都柯文哲知道，大家会听。即马过要听，对不？我当咸的食落，凊彩小菜哪会食得落？当咸的，对不？啊，今仔日还佫有控告啊？不控告，我甲你讲，你即马第一届甲你讲无保请回了后，你要控告到打，你要甲压起来，够可能？郑文灿迄阵是已经交保，然后搞了搞了3次。你现在是法官第4任为无保请回。你现在如果最后把它压起来，你看大家会不会觉得你政治办案？袂起来啦！律师，你的经验来看呢？我是应该是安尼讲啦咱所有了解这个案情，拢是媒体所报出来，但因为侦查不公开，实际上媒体所报的事实，到底是不是真实？坦白讲，咱唔知。只讲咱只为媒体所了解的部分，包括讲伊咧北检敢若3天。实际上，伊个法院嘛是讲完全无支持北检的立场，包括讲第一届伊也申请逮捕，逮捕的这个部分，法院嘛认为讲逮捕是合理的，就是逮捕了合理，伊继续问了后，伊认为讲有迄个必要，伊甲申请做羁押的动作，只是讲这个部分，法院伊认为伊无赞同，当然无赞同，到底迄个检察官送什么卷法官看，咱唔知影。是毋是讲伊有真侪证据，伊无送出来，还是伊正把面佢讲我送遮就够啊？这咱不知情。只是讲咱咧看讲伊即个当初伊申请即个羁押的理由，即马来看法官是认为是无够充分，无够充分，主要是讲连看问题，伊到底知不知情？敢若检察官无真大的举证嘛。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包括这个副市长，伊咧做审查即个。裴进兴，裴进兴，伊也羁押的一个要件，你这2个名倒摆，实际上讲的是差不多。差不多呢。你也看是差不多啊，因为你也羁押的理由是啥？伊认为讲，这个案件有足重要的事实甲未明，包括甲这个应议员，也是迄个陈庆金之间有法律联络，成为咱这个部分也阁无解清楚，法官查嘛，所以认为是犯罪嫌疑重大嘛。再来伊认为讲，这个案件有重要的共犯，搁咧逃亡。我种共款这个物件，当然咱知影后壁讲是检察官可能家己无清楚，但是我讲咧申请的时阵，共款伊嘛是咧申请用共款这个理由嘛。共款伊认为一个共犯咧外口走，为什么这个人爱迄个人就免所以毋才传出来讲，贫副市长就讲奇怪，那人是我，因为这老大啦。所以讲咱毋知伊实际上伊的。送入的物件证据到倒位？你也要讲到底有这个共犯证据？咱比如以媒体报的，副市长就讲这个是市长指示的，这就是一个证据嘛。对检察官来讲，这是敢当做证据？这是伊的认证嘛？有一个共同的被告认证，讲指控讲伊是伊指示伊做的嘛。敢若咱一般来讲一个。所以律师，他说你的意思是讲，那副市长讲
就是市长叫我做，是，这会当做证据这实在做证据啊！只是讲法院认为对啊唔对，证据来有够无够嘛。但是这对这个柯文哲来讲，这是另外别人指控伊的证据嘛。当然我唔知讲在伊侦查中有用证人的身份去做迄个拒绝动作，讲我以证人的身份表示讲我今仔会做这件代志是市长我指示的。如果伊安尼写，这是一个证据啊。当然，咱唔知这到底有送去无送去，还是讲有写啊？这还是讲有送去，法官无认定，这咱无了解嘛。啊，再来我补充是讲，咱即摆咧讲一寡金流，实际上你以贪污治罪条例，我只要你要求这个指标安尼讲，还是讲你有咩行为未遂，就讲未遂部分嘛是有犯罪啊。有意图就会使。就是讲咱有讲好，这是钱还未交嘛。要求啦。免实际交付啦，有意图就成立。哎是收贿罪，因为这收贿罪吼，我讲检察官拢准备无够啦。因为这太复杂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咱讲的对价关系啊，异常金流不等于有对价性啊。那当然咯，当然嘛。哦啊，所以讲吼，这我讲吼，因为迄是后来，如果看媒体哦，是后来加上去的，一开始是跟他图利罪尔啦。所以讲，一直讲北检不及格就安尼啦。啊，我爱强调吼，咱羁押吼，我头都讲啊吼。已经吼很接近咱话有罪啊，这个程度啦。咱来讲吼0到10分啦，咱讲若要判这个刑事被告有罪的话，你检察官证明到9分啦，9分以上啦。啊，若9分以下依据无罪推就爱判无罪啦。啊，你讲羁押虽然讲毋是有罪无罪，啊，毋过吼差不多检察官嘛要证明到8分啦，哦8分，因为羁押就是要甲看守所共款啊。啊，所以讲羁押要这第一个来讲，我头仔讲的犯罪嫌疑重大，你检察官你要证明到8分以上咧。啊，你讲好，同时讲你证明讲你确实有犯罪嫌疑重大，甲8分啊，毋是讲马上就羁押呢。啊，搁安怎？你有逃亡或有串供之余无？啊，就是讲有你搁检察官证明这段，啊嘛，比如讲一定要羁押呢，因为要个情况嘛有替代手段。老师，咱先停喺遮，观众朋友来了解讲，9分8分是安怎来判断？唔是讲无法度判断啦，因为我是讲做一个比较啦。吼，我个人咱讲吼，若讲民事案件你若要胜诉，差不多5分，你就赢。哦，5分啦。吼，我讲话，我讲一个较远的啦吼，咱讲迄 RCA 案无 ？RCA 案，我踮遮做工课，啊，我得癌症啊，卵巢被切割吼。啊，你老实讲吼，你若要我做他都爱0分加10分吼。你讲你要因果关系，要证明加吼，要证明加什么7、8分是毋是无可能？是无可能嘛，对不对？啊，所以讲就一个医学因果关系啊，5分，这民事的啦。啊，那刑事的话吼，咱讲爱超越一般人合理怀疑啊。所以讲伫个英美法的陪审团啊，有罪啊。就是要一致决啊，12个拢爱同意嘛，变做要举手啦。对，我就用一致决啦。律师说讲者，律师说。补充一下吼，来讲我真赞成咱老师这边所讲的，讲咱这也是对咱人权作大的侵害，所以咱是用讲做最后的手段性，咱来信心来用，这是一定的，袂使讲咱随便要人来。所以一个方面是讲，今仔这个人问了后，吼请回嘛无代表伊无罪，换一个角度，今仔这人积压。嘛无代表伊上来一定有罪，所以这也上主要是保持讲人间这个犯罪的人，伊袂继续去串证吼，还是伪造证据，还是讲人间保持讲这人袂偷走，伊袂逃亡，咱掠会着。反正律师的意思就是讲，也袂到上尾要判罪，拢爱这也袂目的是咧遮，啊，只是讲咱话讲，转来这个案件，当然。检察官在审查这个案件方面，到底伊犯罪的嫌疑有足无足，这当然要看证据吼。但是咪讲犯罪的证据有，就一定要结合。所以拄则老师这边讲，要结合，要有足罪，要有一个必要性，唔是讲伊真正犯罪嫌疑重大，都爱个啊。但是在这个案件，咱副市长伊认为讲伊必要性吼，我讲来讲，第一点，因为讲这个案件的罪名足大的吼，是大的利益甲贿赂的金额真大吼。第二是讲，这个案罪，这款案本质性就做隐秘的，一般越南无法度发现。第三是讲，即马网络通讯的软体足发达的，一般被告会使用真济方式秘密甲别人去做一个交往，去交换，敢若一个情报还是串证。啊，共款以这3个必要性来看，咱另外这块问题案件，敢若如果讲啊，我都证明讲伊犯罪嫌疑重大。必要性应该嘛是有成立的。我不一定啦，我是刚刚在说这个不太赞同，因为吼，你来看每一个章大部分讲的是啥？
拄啊，徐老师有讲到，是这个副市长，伊嘛是倒过都发局局长。讲来讲去吼，也是犯罪嫌疑哦，你若讲要证明有金流，有金流，这较困难啦。嘛一定，唔是，我的意思是讲，就这个副市长来讲啦，咱来看这个犯罪嫌疑重大。我若是法官，我嘛会认为讲爱阿姨啦，为什么？所有的章都是他盖的啦，而且吼有专业，哦，这点真重要，因为这个案件哦，拢爱送这个都审会哦，去委员会去决议嘛。法官讲，因为郭文铁无专业，不知情。对，不是不知情，这个还有一个问号啦，吼。我的意思是讲，就算他知道，是不是有法度决定这个代志？伊无法度判断，意思是因为这有一个问题啦，吼，为什么这一类的事情？其实我有感觉吼，这法官刚才在讲你戆啊，你无专业，你无法度判断，还是那个老问题啦。那因为咱唔知影到底内面伊看到啥，吼，所以讲咱嘛无法度讲吼，直接认定讲法官是就是戆，吼，这样代志。即马吼到当为止。民众党也好，郭文铁也好，对着这政治责任，还是咱只到讲今仔日开始，这个立法院的党团开始开记者会，冲，这对因来讲是起死回生。我感觉伊就止跌嘛，我本来伊就会咧烧，一路在跌，看不到底嘛。你即马检察官安尼做了，变讲，即马大家拢其他拢无人讨论啊，吼。包括我跟你讲，议会原本在查这个案子吼，本来大家拢以这个知情那个知情，大家听者，这边起码告人会公这，好，你议会讲再多也没有法官讲的那个，就北检动作太大了，原来是讲你这代志刚刚起牙膏，一定要把他逼到墙角，起码海阔天空啊，对不？好，你看检察官压我压不成，对不对？就都是民进党好司法迫害、政治办案。吼，一定是安尼嘛，即摆的讲法就变安尼嘛。你要讲啥？民进党还傻的去帮北检贴一个新闻稿，对不对？吼，又撤下来，被人家讲说北检发言人，你们讲吗？对不？你听原来是你那教博来慢慢搬，吼，这个东西是一路加温。你觉得不是啊？北检基本上是讲牌拿起来4张大刀，而且往桌上一丢，不要被怕啥？被怕啥？无物件。这有一个迹象可以观察啦，吼。照理来讲吼，你前面北检做这么大的动作，你即马去法官打脸吼，你要及时，一开始嘛讲及时看告，不过你注意看，什么叫做及时看告？及时看告，结果伊今今日咯，我打电话提出啦，要袂？你像当初桃检对不？随了，马上就牙手，你北检即马上面都无啊。那就是一个看这个动作，就我讲。你北检吼啦，我嘛是强调啦吼，我无反对吼，北检去扫除贪污，这全民的期待啦。唔讲吼，你北检袂使搁用过去的思维。我咧甲上课就向小学生讲啦吼，你一定吼想要去压人吼，要想要讲重点就是你要取得人的公诉嘛。这摆科学办案时代，你要强调的是物证。唔是去人证，因为人是不可信的。但是我咧想讲吼，伊若要做这种代志吼，伊当然是安尼拢创啊如歌啦吼，伊一定是创啊安尼就变安尼就完全就无法度办啊嘛。不是不安尼讲啦，应该安尼讲啦。我当然不是讲赞成讲爱压人出疆啦。你北检就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嘛，你起码就对啦，后期对，你还有一个点就是讲，为什么一定要升压？因为伊当庭逮捕啦，柯文哲去申请提审啦。因为吼，伊是用传来，伊唔是用具体票哟。伊唔是用คู่票嘛。所以讲伊传来，伊随时可以走哦，是没有问题哦。所以讲我防止你走，我今摆吼根据刑法的规定，就是讲，我若当庭逮捕，要么就是我让他交保，要么就是我向法院声押。所以讲这逼使的他一定无关政府安怎，一定要去声押。所以他行一步，伊就必须爱申请的羁押嘛。因为在这里申公的夜间侦讯吼，我唔知影你他都在讲什么诉讼策略吼。柯文哲伫夜间侦讯拒绝夜间侦讯，这点可能就真正是诉讼策略啊。是老师，你甲看吼，但即马这个案件，尤其咱佫知影讲，伊五大案吼，有当是问伊这，有当是问伊迄，为点为，这有可能佫杠顶佫开花，佫叫伊来问，佫开一条。第一条就无啊，你个后壁佫要杠顶开花。
无啦，我的意思是讲，伊个开一条，杠顶开花，你一定爱开杠啊！已经开花啊！你一定要开杠，才袂使后壁开花。你连开杠都无，你袂使讲你手头有三只鸟，你卡一条一支，我才会再开杠嘛。你打2条，我可以开杠吗？拜托。老师，你讲白球我听。我来看，我讲就是讲早就开花。来。我认为啊，这个北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伊无去考虑太侪政治，是可能是有压力啊啥，我唔知啦吼。但是你压反对党主席，这是足严重的，你知影？所以柯文哲一直咧讲，即马柯文哲伊拢做，包括今仔日伊拢做政治诉求。伊即马讲的所有的语言，哈，伊拢来讲政治语言。为什么呢？因为北检犯的最上大的一个错误，就是你。拢无准备好，你就是走去讲反对党的主席。虽然讲伊毋是上大反对党的主席，但是反对党的主席伫民主国家，迄足忌讳的代志。哦，我会记伫过去差不多20多年内底，有做这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有做这个代志，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哈蒂总理迄阵甲伊的副总理安华有无？讲伊去乱搞男关系啦，伊斯兰教国家，伫伊斯兰国家，这是足严重的代志，所以伊甲你讲，伊嘛，到尾啊呢，安华叫人判3年，即马马来西亚总理是啥物啦？即阵我在讲话，即阵安华，所以讲哦，你掠反对党的主席，我来讲你。上好是，人讲一枪毙命啦，吼！若准无一枪毙命，迄政治弹回来，都要拍着你家己。即马就是这个状况，但是老师，我要加问一下吼，就是讲，难道，譬如讲今仔日这个众议员，过去甲检察官通风报信，讲我有啥物新资料要去，我要加啥物新资料去？你讲啥物人去？张小平。伊过去到迄个，去甲检察官通报信，讲我这是金流安怎拄安怎。如果啦吼，我记咧，如果若有人佫查到这个新事情，敢有可能讲伊佫真正佫查落去？会使啊，莫讲庄小平议员去什么增加新市政，你别个新市政查着嘛是共款啦。一个议员提供较法度去侦办案件，我看北检几开好啊。这当然无一定啦，咱来安尼讲啦，就是讲，咱是咧分析讲这个案件要安怎行落在政治后手哦。但是我今仔看立法院的这个开会哦，哇，这个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士气大振。是啊，一定的啊。伊即马在做政治反攻啊，井井有条。这你安怎看？这判断讲哇，这新会期看起来，这个民众党看起来，这士气大振，佮安怎来推演讲，我要针对着这个司法不公，要来好好来查查。我跟他有喊啦，吼，因为他现在的状况当然就是止跌嘛，所以说危机已经过去啊，今麦案件来慢慢查嘛，好，我讲你今麦扣不起来啦。好，慢慢查，不是讲扣不起来也无代志啦。对，好，啊，那个高虹安从头到尾也没有压过啊，对，高虹安最后也是有罪啊。哦，对不？不是讲无扣起来你就无代志，要唔讲伊即马这关是过，无真是过啊。啊，你讲民众党伫立法院会当安怎？尾仔嘛是爱看国民党啊，国民党有啥物想法啊？你民众党嘛是八线尔啊，啊，你嘛无可能跟民进党合作啊，对不？赖清德没差你嘛，好啊，本身的仇恨值又很高，你的定位再怎么样都是在野党，所以他也不可能转去跟民进党合作啊，所以尾啊嘛是看蓝跟白，好，这会被冲上啊，主体一定还是蓝的嘛，啊蓝的如果有想法，好，啊你就有米啊要行走，啊起码蓝的没有想法就烂去嘛，好，你讲你不些你要修啥物？好，你大概就司法院的那几个大法官的人士，哦，那嘛免恁讲，国民党本来嘛袂同意啊，对不？提姚立明那有可能会同意，无人大法官咧提政治咖的啦，好，哪有一个政治咖在做大法官的，搁做过立委啊，三个党拢招了，都拢照过，搁倒扁，好，搁是柯文哲幕僚，搁去行动民进党，所以刷来这个政治
这政治勘站来到这站，可能就变做一个攻防的重点咯。我看嘛袂难，因为讲实在名单实在不是，尤其司法院名单实在是不好看哦，真正是不好看啦。你说法界都会认同这几个人，哦，我嘛是怀疑啊。你起码就无当初的多数啊，民进党不是蔡英文迄阵有多数，所以你讲你只要要过，你讲伊个提名单这样真正好看，吼，在野党背革你个无啥物道理，你提一个姚立明，吼，徐老师嘛也很熟啊，不是说你都不管你法学素养好不好啦，是说你政治咖就是不能坐那个位置啦。接来看这后手民众党在立法院的表现。我刚才有敬雄啦，我讲你讲要多突出，要话迄个，我感觉嘛有限啦，你80尔啊。